议员刘维英表示，因为湖南里长陈进兴的反映，里内侪栋旧式的公寓，因为消防设备年久失修，需要来更换，因此甲金城国际青商会来合作，共同捐赠30具的灭火器，希望会用加强里内消防安全。在府南里里面，其实有很多旧式的公寓，那这些旧式的公寓，它在这个消防上，它其实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我在跟我的好伙伴聊天的情形，那他们我们共同的讨论，所以我们决定来捐赠我们府南里，来这个消防器，灭火器的部分，那原则上就是这个一栋一支，能够期待能保护我们的居民的一个安全。青商会长期以来对台南的事务都长期的有在做关心所以当我们维恩议员有来通知说我们府南里有这个消防器具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也表示我们非常愿意来做协助。然后，那因为消防安全在我们生活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息息相关的，十分重要。那也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那希望我们透过这一次我们来捐赠的那个消防器，能够对我们的府南里对我们府南里的居民有所帮助。在议员的见证下，由金城国际青商会前后任的会长李义璇加杨俊浩共同来捐赠，并且由里长陈进兴加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代表接收。议员希望会借此抛砖引玉，让民众更加重视消防安全的重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